7年了，终于成了。怎么回事？居然没有半点灵气！这功法名字起得那么牛逼，居然只是一本养生蛊，没有修为，大仇不知何时才能报。我明明已经让位于你，为什么还要穷追不舍？你要是不死，我怎么安心呢？畜生，连自己的亲侄儿都不放过！侄儿，我连我大哥大嫂都能做，更何况你这个小杂种！是你杀了我爹我娘！把他给我抬过去，丢下山崖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老天不会放过你们的！王贤义，无论如何，必须付出代价，为我爹娘报仇！地图上没有这条路啊！才过7年，变化怎么这么大？江武，哪里跑？哼，姓江的，你可真能藏啊！扮得像个贩夫走卒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你们到底是哪路的野狗，竟追了老夫3天3夜？谁叫你没有将轩辕神枪交于王家？哼！你们是王家的人？哈哈哈哈哈！你才知道啊，太晚了！下去跟阎王说去吧。这山沟沟里放个炮，连个响都听不着。你死了，没人会知道。哈哈哈哈哈！这3人起码是7品大高手，我一个6品，我要交代在这儿了。真晦气，竟然遇到山匪抢劫，先走为妙。皇兄，那儿有个小老鼠。站住！各位好汉，我现在就把眼珠子抠下来，当泡菜采。咱们一酒洗墨，却能没见过。既然撞见了，那就留下来一起陪葬吧。啊！年轻人，这里跟你没关系，赶紧走。老先生，那一切就交给你了。老夫说了，谁都不准走。诸位好汉，我就是一个平头百姓，天地良心啊！你们黑面具蒙脸，我连诸位的一脚都没看见半片。今天谁也救不了你，要怪就怪你运气不好，生辰八字冲犯了太岁，留下来陪葬吧。你们要找的人是我，不要牵连无辜的人。对，
你别这么咒行不行啊？讲讲道理，我就是一个砍柴的伙夫啊！啊，受死！这吼声怎么跟逛菜市场似的？皇兄，皇兄，怎么样？啊！你怎么趴下了？快！前辈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您放过我们吧！对，放过我们吧！你就当我们是个兵，放了我们吧！是啊，这仨人是把我当成高人了，也好，先混过去再说。抵不过他这一掌，这不可能！一掌把北域第一人打趴下，他的修为比九品还要强。那3人起码是7品，他竟一招将其重伤，这年轻人起码也有8品之境。前辈饶命！前辈饶命！饶命！前辈！哼！以后别再做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带着他离开吧。谢谢前辈，我们一定会改啊！走。这些年王家势大，毁灭江家，莫非这高人就是我江家的救星？在下多谢高人救命之恩，举手之劳。我看高人年纪轻轻，仪表堂堂，在下家中有一小女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娶了她还能有万贯家财。承蒙厚爱，晚辈已有婚约在身，先走一步。也不知谁家的姑娘这么好命，能得到绝世高人的青睐。不行，高人乃是我江家唯一的救星，我绝不能错过。皇兄，你怎么样了？皇兄，你怎么样了？皇兄，云高高手被一拳打死，这是要变天了！哎呀，走得太匆忙，忘记询问高人的名讳。看来我江家注定是无缘高攀人家了呀！哎呀，请。夫人，这位便是王承天。承天见过家母。王贤德是你什么人？是在下的父亲。这是当初的订婚信物。7年前你失踪了，据王家传，你早已坠崖身亡。当初发生了很多事情。行了，谁愿意听你们当年那些破事？说吧，来我们家是不是为了娶我姐？哪儿都没有。尤儿，不可无礼。我只是实话实说，姐，我配不上你。在下真是为慧月儿了。当年是当年，如今眼下，你已经没有资格再娶我们义儿了。娘，我父亲和江叔是至交，在儿时定下婚约，说是成年便成婚。你一介无法修行的废物，嫁你有何用？娘，让我和他谈谈。义儿，娘知道你心地善良，但此事切不可心软。我们江家目前的情况，
你心里清楚。成天，你失踪了很多年，不清楚江家现在的情况。自从贤德叔过世，我们两家的关系就变得很差。王贤义又联合其他家族打压江家，而我们又独木难支。我明白了。如果你有困难，我一定会全力相助。帮是会帮，但你想娶我姐，没门儿！我会让管家给你拿一些盘缠，你就离开吧。家主，有个穷小子上门提亲，要娶大小姐。什么？老夫不久前才错失一个乘龙快婿，现在又有人上门提亲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敢上门提亲？只有高人那样的奇才才配我江家的女婿，其他人也配。按夫人吩咐，这是50两银子，还有上面的珠宝。很好，我们江家素来以仁义传家，岂容他人妄议？这些盘缠你拿着，足够你日后置办生活，请务必收下。还不快谢过夫人！多谢夫人。成天这便离开。谢过诸位。王公子，等等。依儿，你该回房看书了。娘，让我和他说几句。你若是需要帮助，一定要开口。只是如果你留在江家，今后一旦被王家发现你在这里，恐怕我们也保不住你。多谢诸位，我明白了。江家现在四面楚歌，王家也必然不会放过我。识趣点儿，就赶紧走，别给我找不必要的麻烦。我走便是，少在这跟我吆喝。喂，你说什么呢？里面的混账，快给老子滚出来！我倒要看看，是谁要娶我的宝贝闺女？是谁要娶我的宝贝闺女？夫君啊，你回来了。是王贤德之子王承天求娶依儿，不过这都是许多年前的婚约了。你跟少三使高三感谢我，让你取消婚约，不然我爹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混账，把嘴闭上！听见没？让你把嘴闭上！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品种的癞蛤蟆，也想娶我姐？夫君，你消消气。王承天方才已经答应我们不娶依儿了。爹，成天已经放弃婚约，你冷静点。大叔，怎么是你啊？成天，这是我爹，你快别说了。叫谁大叔呢？这是我江家家主。臭丫头，我是让你闭嘴！江武，你疯了吧你？你打玉儿做什么？玉儿又没做错，是他王承天要娶我们的宝贝闺女。你也把嘴给我闭上！我的好女婿啊！原来你说的未婚妻就是依儿啊！贤婿，你是江叔。我就说嘛，咱们先前相遇，那就是缘分呐。江叔，成天自知配不上江小姐，我们俩终究是无缘分。晚辈这就离开。嘿，胡闹！谁说的？是依儿配不上你啊！夫君，把嘴给我闭上！你们谁都不允许阻止成天和依儿的婚礼，这婚必须结，而且刻不容缓。过几天就把事儿给我办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我作为依儿的母亲，我绝不答应。当年与王兄定下的亲事，岂可儿戏？王承天没有孝伟，就算当赘婿也是个赔钱货。对，我不行的，我先走了。死丫头，把嘴给我闭上！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哼！成天和依儿的婚礼就定在7日之后，啊不，今晚就成婚啊！把洞房也办了。这么好的女婿，我可不能让其他人给抢了。
不知道你给我爹灌了什么迷魂汤。虽然你人很好，但本姑娘的意中人必须是修为盖世的绝世高人。谁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？总之，没经过本姑娘的允许，不准碰本姑娘。要不是我打不过你爹，我早办了你。哼！大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！王家大长老带人硬闯江家，你快去看看吧！啊！这什么人，敢来我江家闹事？在门外等了许久，也不见江家主，我还以为江家主不敢见人了呢。好大的狗胆！今天我江家大婚，谁敢造这种事儿？真以为整个北域都是你王家的天下吗？敢来这找茬？今天就是来找茬的，我就带几个弟子过来切磋一下。输了，轩辕圣枪归我们王家。你做梦！轩辕神枪乃我江家上古神器，岂能拿来当赌注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江武，你怕了吗？切磋便切磋，不过我们说好了，我们赢了，流云城的产业送给江家。好，你别反悔。哼，我怕后悔的是你们。爹，别冲动。王承义的大弟子王浩是五品实力，比我们年轻一辈都要强。爹，你这跟白狗有什么区别？没事。我看江家年轻一辈也不过如此，连比试都不敢。那不如这样，你们跪下，从我胯下爬过去，那就不用再切磋了。王浩，你这是在找死！小姑娘不服气，不服气就打呀！你们所有人一起呀，既省时又省事。可恶！别欺人太甚！王长老，让你这徒弟别这么嚣张。我江家从不缺青年才俊，仅凭一人，就能打趴你们所有人。江兄有气魄呀，那我们就一言为定，让在场的诸位做个见证。今天谁输了，不许抵赖。门外的诸位还请进来，为今天的事情做个见证。好，一块去看。我有王承天，你有什么？王家来一个，我打一个。你们江家谁先上啊？爹，让我先上。好。这王浩可是王家除了王承杰之外实力最强的人，他五品境界，比江毅还要高一个境界。看来轩辕神枪要白送人了。爹，幼儿不是他的对手。我知道。你好像一点也不担心。区王家，别杞人忧天。幼儿，你给我等着！王承义，说好的切磋，竟下如此毒手！偶儿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大长老，我只是轻轻推了一下，谁知道他这么弱不禁风，一碰他就倒了。江兄，看来是你女儿学艺不精啊！换个能行的上擂台。欺人太甚！我来会会你。哟，又让一个女人上，你们江家当真没有男人了吗？先别得意，后戏还没开始呢。你那自信的笑容是怎么回事？千万别让我上啊！看招！
一儿修为又有大长进，不愧是我江武的闺女啊！哎，卑鄙小人，竟对女子下如此重的毒手！江家第一天骄，北域第一才女，都不过如此吧？依我看，你们所有人一起上，我一个，他10个。谁说江家无人了？江家还有一人，还未出手。你是何人呢？我好像从未见过你。在下姓王，江家女婿。哦，原来是个赘婿啊！你说的高手是谁呀？哦，该不会是你吧？我的好贤婿，你准备出手了吗？岳父大人，请你出手主持公道。让我出手？让我出手？还以为江家另有高手，不曾想是让你老丈人出手啊！哎，江兄，你从哪儿找着奇葩的女婿啊？废物一个！太丢人了，哪有让长辈出手的？这说的什么笑话呢？岳父大人，这王家下手没轻重，把伊儿打伤，这分明啊是没把奴放在眼里。还请岳父大人主持公道。成天，别说了，输了就是输了，哪能让我爹插手？成天呐，这小辈之间的切磋较量，我不方便出手啊！哎，要是没人，就赶紧把轩辕神枪双手封上。谁说没人？我江家真就还有一人未出手。他武功盖世，不入羊群，技压群雄。王家弟子跟他比，如繁星比皓月。你徒弟必定惨败。难道说江家又有天才横空出世吗？没听说过呀。爹，你说的是谁啊？他就是我的好贤婿。我真不行，我什么也不会啊。爹，成天他不合适。爹，我知道你想给姐姐修复，但她不至于这样，罪不至死。混账，说什么胡话！成天，你只要拿出之前1/10的力量，定能大败王浩这个混账。啊，这凶神恶煞的，我上去怕是下不来啊。岳父大人，还是你来。成天，我还是看好你来。岳父，还是你来吧。不行，你来。别客气，你来。你来。还是你来吧。不行，你来。哎，你来。你来。你来。哎，磨叽什么呢？推来推去的，不敢出战，就赶紧认输。哎，谁说没人？稍等啊！啊，没事儿，爹没事儿。我的好贤婿，我现在不方便出手，还是你来吧。我靠，要不要这么狠啊？好贤婿，靠你了。大兄，你是从哪儿招来的女婿啊？连站都站不稳。爹，你让成天上去跟送死有什么区别啊？嗨，爹是想替你修复，又不好意思说，让人家王浩帮个忙。再胡说，关你15天禁闭。
奇怪，我怎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灵力？难道他已经到达了返璞归真的境界？不对，他不是修行者。啊，对，我没有修为。爹，你赶紧让成天下来，还来得及。你冷静点，我江家的女婿可不是无能之辈。你要是看不上成天，刚才何必答应这门婚事？你爹我相信他。原来如此啊，江兄，你真是好算计呀！不想让人家当女婿啊，就让我王家帮忙除掉他。成天，放开手脚，不必对他手下留情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哎呀，我的好岳父，你怎么比我还自信啊？到底是谁站在擂台上啊？成天，等下开打就直接跑回来。小子，看在你也姓王的份上，我就先让你一拳。拼了！这可你说的啊，让我打你一拳，别反悔。来来来，我就站在这里不动啊！如此恐怖的拳风！江兄，你女婿找痒痒是一把好手啊！真是丢人现眼。你看嘛，爹，我就说成天不是王浩的对手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我看走眼了？可我分明亲眼看见他一拳打败7匹多种，莫非？嘿，你打过，现在该我了啊！岳父，我说自己不行吗？你偏让我上，现在我死定了！小子，现在我就让你品尝一下长虹枪诀的滋味。别说，认真对待这场比武。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切磋而已，你干嘛这么认真啊？江兄，你女婿可有福了，这长虹枪诀可是我徒儿的绝技。用绝技打王成天，岂不是大炮轰蚊子？尸体都要四分五裂吧？说的对，江兄，你现在跪下，磕3个响头认输还来得及，别到时候人死了后悔莫及呀！爹，快点让成天下来！王长老，现在谁强谁弱还说不准呢。爹，浩儿，别在手下留情了，杀了这个废物！啊！且慢，有救了！你想疯了？要认输了？江兄，现在认输晚了。谁说要认输了？我还要加赌注，再赌一块地，压你徒弟输。爹，你疯了！我的爹！啊！好，浩儿，杀了他！小子，现在不再留手了。别！不可能啊！喂，你可别碰瓷，我什么也没做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全身经脉尽毁，正是他那一拳，不可能，除非他是6品之强。啊！浩儿，死了！死了，我也没眨眼睛啊。我就说相信他吧，
我江某人看人从来不会走眼，更何况是我的好女婿呢？难道程天他有所隐藏？王成义，这次切磋你们输了。不对，我徒儿全身经脉尽毁，并不是你徒儿所为，而是他使用长虹枪诀走火入魔，所以这场切磋不作数。是我想多了，原来王浩是走火入魔。王成义，别欺人太甚！你徒儿是在擂台上走火入魔，那就是技不如人，既如此就是输了，哪有那么多歪道理？我说不作数就是不作数。我徒儿走火入魔，与你脱不了关系。哎呀，这不关我事啊，是你徒儿自己走火入魔了。要不是你用言语挑衅，他怎么会使用长虹枪诀，又怎么会走火入魔？什么歪道理啊！老东西，你别往身上乱泼脏水！我不管如何，你必须为我徒儿偿命！程天小心！不过许数月，已经提升如此之快。小辈之间的切磋较量，作为长辈，出手不太合适吧？你女婿害死了浩儿！老东西，别不要脸！明明是你徒弟肾虚，练功把自己练死了。你小子把嘴给我放干净点儿！王成义，要不你继续派弟子上擂台，否则这场切磋到此为止。爹，依我看，王家是没人了。哼，他们除了这个王浩，其他人都歪瓜裂枣，我的哪个收拾？哼！别欺人太甚，带我回家一趟，再与你们较量。走！王成义，人在江湖，诚信为先，先把刘云城的产业和2块地过给我江家，再走也不迟啊！你做梦！长老，你没事吧？这么长时间，修为没有半点长进，你王家也不过如此。真是欺人太甚！我们家主也邀请张子霞和陈渊就在附近，今天不交出轩辕神枪，你们江家就等着灭门吧！张子霞和陈渊都是9品大高手，他们要是来了，不太好处理。哼，现在后悔晚了。看来王成义那边似乎并不太顺利。还不是上次因为放跑了江武那小子，还好我们乔装了，他应该认不出我们。哼，上次还不是因为那高人在，才让他侥幸逃过一劫。这次他死定了。那个绝世高人，太可怕了！世间竟有如此强的人！老身这辈子都不想再遇见他了。爹，张子霞和陈渊是何人？老夫也没见过他们，但听说2老都是9品大高手，皇极泰之下最强，不知道为何会帮了王家。爹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成天的天赋就是再强，还没成长起来，现在不是他们的对手。现在走为上策。说的好像他能成为9品一样。闭嘴！成天，现在我们赶紧离开这里，你现在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哦，走。站住！江武，你刚才不是很狂吗？现在要去哪儿啊？你给我让开！哟，小娘子啊，长得挺标致啊，等下就让你跟浩儿合葬。老匹夫，你找死！岳父大人，给他一点教训。王成义，别挡道，小心手中的剑不长眼。江武，你敢动我？长老、陈老过来，
江家没有好下场。那就在他们俩来之前先剁了你。老身看谁如此大胆！竟敢与我等作对！拜见长老陈老。看他们穿着华丽，果真不简单啊！这两位便是张子霞和陈渊。刚才是谁要动我王家人？长老，就是他们。二位前辈，我们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你们到底收了王家什么好处？你不用知道，待会儿就送你们去阴曹地府。你们现在就跪下，从我胯下爬过去，交出轩辕神枪，也许我会考虑饶过你们。你休想！即便是死，也休想拿走轩辕神枪！明明是你们提出的比武和赌注，现在却出尔反尔。我可没有出尔反尔，你们也没命拿走流云城产业，也守不住轩辕神枪。现在的王家都是无耻之徒吗？长老，就是这小子害死我徒儿的。你说他？没错，长老，你把这小子交给我，我挖他的双眼，断他四肢，切碎了喂狗。长老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前辈，方才是我们没看到您，还请恕罪。恕罪，恕罪。怎么回事啊？我没眼花吧？两位九品大高手向他下跪？难不成成天的实力不只是8品，而是9品之上，并且之前就已经跟这两人打过交道了？江家这小子什么来头，竟然能让二位长老行如此大礼？哎呀，两位前辈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我可受不起啊！是啊，二位长老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你给我闭嘴！前辈，方才是我们眼瞎，求你千万别生气。请前辈原谅。两位9品高手行如此大礼，这江家的女眷背景不一般呐。是啊，能让张老、陈老如此敬重，我的好贤婿，你这隐藏的也太深了，这可是低调的有些过头了呀。岳父，我压根不认识他们。行了，我懂你，我真不认识他们。你真不认识？不认识也得装一装，现在全指望你了。你还真指望这个废物能认识什么大人物？行了，我原谅你们。多谢前辈，多谢前辈。前辈果然是神通境，方才强行扶起我等，竟毫无反抗之力。莫非江家这个赘婿来历真不简单？长老，现在怎么办？长老、陈老，之前我们有过约定，你们也收了好处，难不成要毁约啊？谁让你对前辈出言不逊？我们与王家约定作废。非但如此，还要以死谢罪！哈！哎呀，王承义，你说你为何如此猖狂啊？你们不能撒谎，否则等家主出关，绝不会放过你们。届时，你们整个江家都要为我陪葬。笑话，老身乃北域老一辈中的至强者，何惧他王天意？今天你们不但要把流云城的产业和2块地过户给江家，还要向前辈磕头认错，留下你的狗命！嘿嘿，前辈，这个样子你满意吗？别过头了，等下露馅了。娘子，我虽然不会武功，但我演技还可以。你们随意啊，不用在乎我的感受。前辈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办等您心满意足。来，哼，杀了我，等家主出关，你们会后悔的。哼，你不必为我们担心，王贤义一样会下去陪你。谁如此大口气，敢杀我王家人？王贤义，你终于出现了！这小子怎么那么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你谁啊？这里是江家，请你出去。家主，你终于来了，
他们要杀我呀！江家主，好久不见啊！这不是王家家主王贤义吗？他也来了。王贤义，敢杀我江家弟子！果真是他，这张脸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你冷静点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传闻王贤义早就已经到达9品之境，现在我们还不是他的对手。你别冲动啊！你现在不是王贤义的对手。王贤义，杀我江家弟子，是要找死吗？江家主，我闭关这几年倒是让你的胆子大了不少啊，才死了1个人，太少了。王家主，闭嘴！2个该死的老东西，收了好处不办事，想死吗？王贤义，看在你之前给了几枚丹药的份上，老身给你面子，但你未免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吧？紫霞，跟他废什么话呀？这死活！你的修为就已超过9品，在我之上。啥？王贤义已经突破神通之境，这岂不是超过北域第1人黄基泰？怎么可能？就连长老和陈老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当然，神通境乃是仙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怎么可能？才过去这么短时间，你怎么可能触碰到神通境？大人的手腕，岂是你们能想象得到的？可惜呀，你们这2个老东西自绝后路，没有神通境的命。你们在场的所有人都要给王浩陪葬。王贤义，今日是你们王家弟子上门找茬在先。闭嘴！害死我王家弟子怎么算啊？家主，让他们跪下，给王浩磕头偿命。你们全部给我跪下，每个人磕3个响头，然后自废修为和双腿，我便可以放过你们。前辈，你快出手啊！我们撑不住了。出什么手啊？我打不过他。啊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你不也是神通境吗？你们别难为他了，他哪有神通境的修为？就是他有神通境，还轮得着王贤义在这废话？完了完了，前辈在我们之上，却在神通境之下。想都别想！大长老，拜见家主。江家主，看来你不服啊！江家就是灭门，也要站着死，绝不可能向你们这种无耻之徒跪下！大长老，不知阵法！晚辈拜见王家主，求大人放过我的。大长老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江家主，人各有命，他们不想死，难道你想让他们死吗？江家命数已尽，我等选择王家才有活路。我等不过在做正确之事。要杀了你这个叛徒！要冲动，不想死也行。3日后来王家祭祀，家主不能放过他们。闭嘴！大主自有打算。3日后来王家祭祀，若是不来，就不是死1、2个人那么简单了。方才在练武场的事情，我已经听说了。你们当真要去参加王家的祭祀？现在除了去参加王家祭祀，我们别无他法。不参加祭祀，王贤义杀回来，我们必死无疑。参加祭祀，即便我们9死1生，还有一线生机。谁能想到，这王贤义修为竟提升得如此之快？是啊，短短几年功夫就突破到了神通境。爹，我们还有轩辕神枪，那就是块废铁，100年了，无人能拔出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得去试一试。明日一起去神枪阁。是。你干什么呢？打地铺啊。
上来跟我一起睡床。你确定？哼，你今天通过了我的考验。那你可别后悔啊！你干什么？你脱衣服干嘛？睡觉不脱衣服？那你也没必要脱，脱的那么彻底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喜欢穿着衣服。好，那我只脱裤子。臭流氓！我说让你跟我一起睡，又没说让你睡我。今天你睡外面，我睡里面，看到这条线了吗？你要是敢越过这条线，我要你好看。哎，白高兴了。不过有床睡总比打地铺强。臭流氓，你怎么越线了？明明你越了线，是你先帮的我。我越线怎么了？我又没对你干什么。再说了，要不是我好心把床分你一半，整张床都是我的。切！好看，好摸吗？都好。那还不赶紧放开！起来！马上。姐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臭丫头，说让你先敲门，非要推门进来，打扰我姐姐姐夫的好事了吧？不是，他竟然……闭嘴！你们继续啊！爹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对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最好是什么都没做。什么都没做，那怎么能行呢？要加快进程了啊！走。别闹了，我们赶紧去神枪阁吧。曾经，江家是北域第一大家族，靠的就是这柄轩辕神枪。轩辕神枪，当真有此力量？那是自然。轩辕神枪并非寻常武器，持有者可汲取其中力量，领悟其中奥秘，成就神通之境，制霸一方。只可惜300年来，没有人能踏进这阵法，也就没有人能拔出这轩辕神枪。这股力量，此阵乃神通境所下。此阵法是江家老祖所留，老祖便是神通之境。神枪是我们最后的救命稻草，我们赶紧开始吧。切，那么自信，说的像你可以拔出来一样。你们谁先来啊？不妨让老身先试试。虽说轩辕神枪是江家的祖传之物，但事到如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长老，请。就连长老都无法走进去。这阵法并非只看修为，而更多是考验资质与天赋。你们下一位谁先来啊？我来。
这神枪竟有如此威能九品修士的天资都无法获得神枪的认可，难不成要神通境啊？轩辕神枪乃是神品，一般人无法撼动。你们还要继续吗？两位前辈都过不去，我自知资质平庸，更过不去。不过姐姐，你天赋超然，我觉得你行。此事事关江家存亡，必须要试试。娘子走了3步，她的天赋不在二老之下。第4步了，这妞实力竟在我等之上，如此天赋，不可思议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好，神枪发威，再往前就有生命危险了。我绝不能放弃，只有拔枪才能拯救江家于水火。燕儿，快别硬撑了，保命要紧呐！是啊，姐姐，燕儿，快回来！江毅，你在干什么？还不快回来！我绝不放弃！糟糕，是强敌显威，现在再没有人能救得了他，他马上就会魂飞魄散呐！言死撑住，我来了。成天，你来干什么？这里很危险，快出去！你爹让我来的，有底牌。凭什么？王承天他就是一件废物，明明和他们都进不去，他嗖的一下就进去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他不要命了吗？肃静！连前辈都看不上，那是这轩辕神枪眼瞎呀！岳父大人用的法器，我竟没受到半点伤。成天，你赶紧出去，别硬撑着了，会死人的！你是我娘子，岂能眼睁睁看着你死去？这里不安全，你快出去！燕儿，成天呢？成天还在里面没有出来。惊动了枪灵，总得有人留在阵法里。神枪此等神力，饶是我等触碰，也会顷刻间化为血水。爹，你不是还有底牌吗？快拿出来救救成天啊！我最大的底牌就是成天呐，哪儿还有底牌呀？哇，这世界果真还有龙啊！小辈速速离去，此等机缘，岂是你能够沾染？今天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拔得神枪！无天胆量，让你死个痛快！这股力量怎么会无竟无法靠近？神枪，借我一用！这里面发生什么了？等等，阵法的力量竟然变弱了！爹，你们快进去救救成天！阵法的力量在变弱，正是我等进入阵法的好时机。二位前辈，请同我一起
进去救人。好，你别去！成天，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好着呢。刚才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，那条蛟龙给溃散了。什么？神枪的守护灵竟然溃散了！成天，你还活着？你刚才都把我们吓死了。娘子，我好着呢，不信你随便摸，完好无损。谁要摸你啊？以后你千万不要这么冲动了。别担心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去，干什么？要不是我爹和2位前辈，你早就死了，更别说拔出轩辕神枪了。幽儿，你少说2句。我说错了吗？他就是一件修炼废物，要不是我爹和2位前辈，他早就化成一滩血水了。行了，成天毕竟是能拔出神枪第1人。江武，你从哪儿找来的这个女婿？竟然这么特别呀！方才真是成天逼走了枪灵蛟龙。江武，老夫问你话呢。王老，这应该就是命中注定啊！江武嘴狗屎运，竟能招前辈当女婿。早知道我也把我孙女带来，说不定会被看上。大家看，轩辕枪有情况。该不是坏了吧？怎么可能？轩辕神枪乃是神品，就算是仙人也不能把它弄坏，更何况……断了！王老，没事吧？这就是个劣质品，你可别伤了身体，否则那就麻烦了。绝无可能！老夫镇守这神枪阁100年，如假包换，这就是当年老祖传下来的传世之宝啊！那全完了，老祖肯定被人骗了。王老，这轩辕神枪怎么可能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轩辕神枪现在毫无神力，已沦为一坨废铁。也就是说，这枪没用了。那如果没有神枪，我们该如何对付王贤义？前辈，在下有一神器存放于宗门内，或许可以对付王贤义。我与陈兄这就回去取，2日后王家祭祀见。多谢二老。王承天，看见没？林正脱逃了。要我说，这人呐，就别没实力，光靠一张嘴，别人也不会为你卖命的。幽儿，你怎么跟姐夫说话的？够了，江武留下，其他人抄去。姐，王老，有何事啊？这枪可惜了。不对，这神枪内明明还有神力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江武，你从哪儿找的这个女婿？她到底是何许人也？王老，您这是何意呀？成天就能镇住这神枪里的神力，要知道，即便是北域第1人王贤义，他也做不到啊！什么？那按照您所说，只要有成天在，我江家就不惧怕他王家了。那2日后，你还要这神枪吗？不用了，这枪就留着过年杀猪吧。哎呀，这王贤德夫妇真是卑鄙啊！
成天，你看石碑上有字：王贤德夫妇勾结魔域，谋害王家，侵害北越。王贤义竟然污蔑我爹娘，勾结魔域，罪不可赦。他确实罪不可赦，但你先冷静点。王贤德竟然勾结魔人，的确罪不可恕啊！这位兄弟，你可知这石碑是何人所立？江母，这石碑是我父亲所立。为什么？你就是江家新招的女婿吧？我知道江家以前和王贤德关系很好，只可惜他勾结魔人，残害同僚，罪该万死。我们立此石碑也是为了警醒后人。满嘴胡言！你冷静点，现在你还不能暴露。江毅，管好你项目，再让他大喊大叫，小心我割了他舌头喂狗！你，他的模样倒是让我想起了王承天，奸人的儿子也该主子喂狗，真是便宜他。你勾结魔主的分明是你爹王贤义，而且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，站在你身前的这是曾经的邵家主。你们可以亲口问问，当年的事实是否真的如此？爹，王承天，你他妈居然没死！爹，你干嘛呢？伊儿，别担心，为父自有把握。既然岳父这么有把握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当年托你爹的福，山崖下有一条河，没把我摔死。没死好啊，没死好啊！这次我要亲手把你折磨致死！你爹陷害我爹娘，可悲羞辱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有这件事吗？啊，王贤德是什么人？我想在场的诸位比谁都清楚。是啊，王少，这谁人不知？那王贤德那狗东西勾结魔人啊！是啊，他真是丢尽了王家人的脸面。你们这群趋炎附势的软骨虾，只会阿谀奉承，难道要抛弃真相于不顾吗？真相？什么真相？我王家就是真相。不过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我切磋，赢了我放你走，输了便是死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反悔。不行，爹，他六品之境，跟他切磋，跟杀了成天有什么区别？娘子，既然你爹这么自信，一定留有后手。好，我同意与你切磋。哼，成天，别担心，我一定平安，把你们带出王家。江武，皇上可是六品之境，准备给你女婿收尸吧。爹，王承杰与您同境，成天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切，说的好像他打得过谁一样。要我说，两位九品前辈都不在，咱们呐还是低调点。尤儿，把嘴闭上。叶儿，放心，成天收拾他还是游刃有余的。口出狂言，等下看他怎么死！江武，你人老眼花，想靠女婿翻身，痴心妄想！王承天，你现在跪地求饶，自毁四肢，挖掉双眼，兴许我还可以饶你一命。我王承天跪父母，跪天地，跪恩人，绝不跪牲口。好，很好。实话告诉你，爹娘死的当晚，我也在场，我还有幸踩断了他们的双脚。尤其是你娘，跪着哭着求着我说：“放过我家成天，他还只是个孩子啊！”你个畜生！你也别怪我们心狠手辣，要怪就怪谁让你是邵家主，还是一个没有修行的废物。
注定沦为我修行路上的踏脚石。我现在就送你下去，与你爹娘团聚。等一下，岳父，你要有上级牌赶紧使出来，我怕我万一撑不住。给我死！这擎天神剑还能自行防御？这种剑气，这等恐怖剑气，没想到贤婿的剑道造诣如此之高啊！这剑气恐怕能撕裂天地，难道这才是成天的真实实力？不成，他之前都是在故意装孙子。这不可能！这个废物竟然能使出这般恐怖的剑气！不可能，这剑气不是真的！江叔果然留了一手，这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给我滚下去！劲儿！劲儿！天，我成天用阴招杀了他！这王承天不是个废物吗？可是刚才那剑气，恐怕连极品都接不住啊！难不成他之前都是装出来的？原来我的相公居然是一位剑神！姐夫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，还望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。哎呀，你们搞错了，不是我，真不是我。我的好女婿，别谦虚了。哦，差点忘了，小辈之间的交手不能暴露是江叔插手。对，是我干的，与我岳父无关。那把剑，本尊助你突破，让你坐上家主之位，你莫要忘了我们之前的约定，那可是我成仙的关键。是，小的绝对不会忘记。一旦有大道生存功法、擎天神剑和造化丹的下落，立刻禀报魔主大人。最好如此。以后遇到什么危险，便将此域打破，本尊自会相助。是。怪不得他的剑气那么强，原来是靠擎天神剑。不过我的好侄儿，还真是给我送了一份大礼。王贤义，方才你儿子说我们赢了切磋，就放我们走，放你们走？哼，笑话！今天你们谁都走不了！难道你们江家人都是言而无信的无赖之徒吗？若不是他王承天耍小手段，就凭他这个废材，能赢得了我儿？胡言乱语！我们耍小手段，你可有证据？废话！王贤义纵横北域，向来雷厉风行，何是证据啊？天，杀了他们！这么多年，这对狗父子还是这么卑劣，狗改不了吃屎！承天，当年没把你摔死，你就应该离开北域。如今上门送死，那叔叔我就成全你。王贤义，动手之前你可要想清楚，别一会儿在我女婿手下。去阎王殿救我！强伯，你他妈人老糊涂了吧？别以为耍了些小阴招赢了我，就可以赢了我爹。江国，
蒋家有你注定要失败。现在你磕头认错，永世成为王家的奴隶，或许还能磨灭这条老狗。他现在就剁了你！哎，岳父，咱低调点。晚了，今天你们都得死！拿到这把剑，大人定会有奖赏。枪武简直不知死活，看来这枪家呀要亡了。哎！二位前辈，你们终于来了。长老、陈老，本以为你们不再掺和此事，你们竟然还带着禁天镜来！王贤义，你勾结魔域之人，我等又岂能坐视不管？你们当真要插手此事？许年前你谋害王贤德夫妇，篡夺家主之位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有魔人相助，你该当何罪？是我做的又如何？我所做之事，皆为天下苍生的大序。你们谁有意见啊？家主英明神武，看是他们妖言惑众，在这里诽谤王家主。你们这些趋炎附势的软脚虾，他与魔人狼狈为奸，竟然还为这个叛徒王贤义说话！法种闭嘴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与他们说不通的，待我二人拿下王贤义再说不迟。雕虫小技！怎么可能？长老、陈老竟毫无抵抗之力！我乃神通之技，岂是你们九品蝼蚁能比的？小贱人，就先拿你来开荤。天哪！姐夫的神剑造诣竟然击退了神通技啊！这剑前辈的剑道造诣恐怕已经登峰造极啊！一剑就斩退了神通镜，此乃陆地剑神呐！难道先前真是靠剑术赢了吗？大叔，怎么倒下了？我还没用力呢，你可别碰瓷儿啊！爹，你无妨，一群蝼蚁而已。若不是他凭借擎天神剑，他怎可伤我？你说那把剑便是擎天神剑？没错。长天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交出神剑，饶你不死。若不是这把神剑，你岂没有如此高的剑道造诣？我就说呢，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拥有如此的剑道啊！再废物，不还是在擂台上赢了你徒弟？你个小贱人，再多嘴，撕了你的嘴！我好东西，说话注意分寸。家主，现在该怎么办？神剑赐予你无上剑道，可你再强，也不过是肉眼凡胎。是焚血鼎，有点见识。此鼎炼化世间所有万物。王贤义，一个破鼎而已，还装起来？有种成天装进去，让我看看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我操！来真的！耶！这不可能！前辈之威竟恐怖如斯，竟能将焚血鼎一剑斩碎。如此剑道造诣，我等望尘莫及啊！
不愧是我的好女婿，太强了！成天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一剑他便碎了，也许真的靠死剑。爹，分血点被毁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王贤义，现在你又有什么话可说？若不是靠着这把神剑，怎么可能毁掉我的反血鼎？前辈之威岂是你能质疑的？依我看，前辈不如今日便斩了他。王贤义，放开我女儿！有什么出我来？交出神剑，否则我杀了他！成天，别听他的，没有神剑，谁都没有办法活着出去。剑，给我安静点！成天，你有能力斩神通境，就是靠着这把宝剑，而魔主大人却是货真价实的半步仙人。他要是来了，你们跑得了吗？好啊，你果然勾结魔域，你可知道？这是要将整个北域陷于万劫不复之中啊！这都是你们逼的。此玉是魔主所赐，只要我把它捏碎，魔祖大人就会降临，你们都得死！你们等着吧，魔主大人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！魔主到了，我等恐怕毫无招架之力啊！魔主是什么人？魔主乃是半步仙人之境，神通境之上。100年前被北域的3位仙祖镇压，才没有入侵北域。没想到这么快便全吐出来。如今3位仙人也已早逝，世间恐无人能再与魔主抗衡。他竟然那么强！岳父，还有没有底牌啊？我现在哪儿还有什么底牌呀？最大的底牌就是你，可现在连你都未惧魔主，我啥底牌都没用。现在后悔晚了，魔主大人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。王承天，你别担心呐，我不会轻易杀了剑子，我会替你好好深入了解一下小娘子。你敢？是何人竟敢伤本尊魔使？就是他，这个杂种，不仅伤了我，他还拿着擎天神剑，也许功法和丹药都在他的身上。那么多年过去，本尊终于找了小辈。2日后，本尊出关，带上功法、神剑和丹药到断魂山，将3样东西奉上。成天，东西交给他，北域将万劫不复，你不用管我。叶儿，姐，小辈若是逾期，女人和你身边的人都得必死无疑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叶儿被那些人给抓走了！你说话呀！你倒是说话呀！女儿是被你弄丢的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说什么你也得把她毫发无损的带回来！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？岳母大人，叶儿是因我而丢，你就别怪爹了。不怪他，难道怪你吗？怪你又有什么用？以你目前的能力，你连断魂山都进不去。魔主实力太过强大，即便是整个北域联手，恐怕都不是他的对手啊！若是不去，以那魔主的脾气，怕是北域将会血流成河，届时肯定万劫不复。若是给他那3件东西，北域一样会万劫不复，而且再无人能阻止魔主啊！哎呀！要是3位老祖还在的情况下，魔主也不会如此猖狂。够了！你们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必须救出我的女儿！现在唯一的办法，我去跟他交换东西。你们布置好阵法，将他困住。困住魔主？姐夫，这恐怕行不通吧？世上本无仙人，半步仙人便是仙。那事到如今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便按照成天所说，借北域之力布置阵法，困住魔主，召集北域各大高手，共赴断魂山，镇压魔主。
恭迎魔祖出关，镇压世间万物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谢魔主。这时期已到，王承天还没有将那3样东西送过来吗？大人，现在才50，也许他们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是啊，大人，大人无需担心，王承天只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，掀不起什么大浪。7年前，本尊捏死他的父亲，如同蝼蚁。如今对付他，更是易如反掌，谅他也不敢。不好了，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大人，是王承天硬闯夺魂山，杀死了很多兄弟，还扬言扬言什么？快说！还扬言把大人的祖坟挖了，把大人的头盖骨当玩屎，还说以后再无夺魂山。什么？本尊要亲手杀了这小子！断魂山不过如此，守门的都这么废物。这山顶便是魔主的洞府，这个时间他应该已经出关了。诸位，今日登上此山，恐怕只能来世再见。看来你们没有一个人学乖，都赶着上门来送死了。承天，爹，你们来干什么？赶紧走啊！闭嘴！没想到王承天你带那么多人过来陪葬，真是让人惊讶。放江夜，不然下场跟他们一样。你敢动我试试？魔主大人不会放过你。哼，不杀也是死，杀他一条狗呢，也是死。况且魔主在哪呢？赶紧滚出来！他爷爷来了！不好，是魔主来了！这股不一样，怎么可能？是本尊闭关太久，竟连一介废人也敢对本尊口出狂言吗？参见魔主！跪下！参见魔主！你就是魔主啊！混蛋！看见魔主还不跪拜，想找死啊！哼，我又不是他的狗。我要的功法神剑还有丹药带来了吗？你先放人，我再给你。谁知道你会不会耍诈？闭嘴！把这小娘们儿给他扔过去。过去！呀，没事的，有我在。小帅哥，把东西给我吧。岳父大人，东西给他。东西接好了。诸位，快，千万不能让他挣脱阵法！天旋困阵，你们想用阵法来困住本尊吗？休想！爹，陈老，陈老。区天旋困阵也想困住本尊，简直痴心妄想！前辈，您带夫人先离开，我挡住他们。别再做无谓的挣扎，在魔主大人面前，任何的挣扎都是徒劳无功的。小子，你敢欺骗本尊？等本尊拿到仙法之后，要让这颗北域为你陪葬！王承天，交出仙法，兴许能让你死个痛快。仙法，这明明只不过是养生功罢了，没想到你对他竟如此痴迷。养生功？无知小儿！
你可知这大道生穷功法乃是仙法，是凡人脱凡成仙的关键。而你毫无修为，白白给浪费了。什么？此等功法竟是仙法？王承天啊，王承天，这老天是在戏弄你啊！给你仙法却不能修为，真是让人大快人心呐！7年，我竟把此等功法当作养生功，我注定与修行没有缘分。承天，小心！承天，前辈，怎么可能？哎，我居然没有受伤。没眼花吧？承天受了魔主一掌，竟毫发无伤。难道这小子还隐藏了实力？这绝不可能！能挡下半步仙人一掌，前辈的实力恐怖如斯。承天啊，你没事？我没事儿。奇怪，我居然没有受伤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哼，一定是魔主大人没有发力，否则你这个杂种早就是魂飞魄散了。不可能，本尊是半步仙人，这世间本无仙人，那本尊便是仙人。难道你是仙人之境？还是小子，你是不是服了造化丹？造化丹？你是说那颗金色丹药？哦，没错，我吃了。你味道还真不错。果然服用了造化丹，此丹可去诸样，且能使肉身大进，其为之盛，远超登峰造极境大圆满，甚至陆地神仙也无法将其击破。世间竟有如此神丹！凭什么他有如此造化？不过是一个没有修行的废物。若是我得此丹，岂不是早已修行大成？我真这杂主得了机缘。承天，小子，你别得意，朕这就使用噬吞绝阵，将你炼化成丹。前辈，不好，承天虽肉身强悍，但也扛不住噬吞诀。娘子，小子，你就乖乖的成为本尊的养料吧。前辈，前辈，这什么情况？快放我出去！还有力气喊啊！等一下，我看你还能不能救出来！好舒服，好困，想睡觉。魔主的噬吞诀，连神铁都能融化成水，即便一时半刻烧不死你，烧上你7749天，仙人也活不了。承天，承天，爹，你快救救承天！噬吞诀会将他炼化的。一儿，现在爹也没有任何办法，承天只能听天由命了。魔主，你就不怕功法会烧成灰吗？功法自有天道守护，不会损毁，损毁的只能是你的小郎君。之前还能留个尸首，现在被魔主大人炼化成丹吧。废物就是废物，欺权落到头上他都守不住，到头来还不是要成为别人的养料？你们勾结魔人，让整个北域陷入火海，乃千古罪人。你们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那么想做鬼，等下我就送你下去。
成天，居然没化成根，真是可惜了那枚造化丹呢。就这么随他化作尘土。成天，成天，成天，你醒醒啊，成天！成天，我的好女婿。天风，对不起，你醒醒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叫板了。前辈都烧成煤炭了。哟，真是情深意重啊！要不我送你们也下去陪他啊，好不好啊？王千亿，动手！是。就是做鬼也不可能放过你们的。江武，只有活着才是胜利。现在不过是将死之人的呻吟罢了。魔主大人，能不能别杀那小贱人？先让我尝尝。没出息！这便是生穷功法。江毅，就让我替王成天好好滋润滋润你啊！不敢！真他妈给脸不要脸！敢打我姐，我要杀了你！王成天，别乱动！都别过来！不会让你们得逞的！不要！你还活着！娘子，你怎么还哭了？我以为你死了。娘子，别哭了，你看我这不生龙活虎的吗？别哭了。成天，我的好女婿，你真的没事啊？没事儿，你刚才真的把我们都给吓坏了。刚刚啊，我就睡了一觉而已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毫发无损？从来没有人从我的阵法中活着走出来。你刚刚那是什么阵啊？暖暖的，哎呀，还挺舒服的睡一觉。你口出狂言！你不过是侥幸活下来罢了。不可能有人侥幸活着！现在就杀了你！这个世界上依然没有人能从我的阵法中活下来。快点散开！不可能！可经历了赤吞绝阵的灼烧，身体还没有变弱，怎么会变强呢？是吗？我没啥感觉啊。不如我试试。呸！哦，老主！我靠！我竟然变这么强！一掌，姐夫仅用一掌就打败了魔王。夫君，原来你是绝世高人，真能藏，就能藏那么久。我就知道，我女婿绝不是一般人，一掌击退半步仙人。你果然是仙人呐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一定是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！他身上一定有什么宝物，要不然凭他这个废物，怎么伤得了魔主？魔主，起开！本尊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仙力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受伤呢？嫂子，你到底有什么招数如实招来？别血口喷人了！大家刚才都看到了，我可是徒手打的你，明明是你自己太弱，还敢自称魔主？呸！魔主，也许他的肉身是被火焰淬炼的更加纯粹了。
此乃用鬼神魂魄、万人之血养育的魔符，今天我就用它来杀了你，也算你的荣幸。还来！为什么这股力量让人控制不住不受下跪？这股力量是仙力，可能本尊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仙人。就连魔主都跪了，成天真的是仙人？这狗杂种，怎么会有如此的修为？连我这个神通境都站不起来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的脚不听使唤了！魔主，魔主大人！天啊！魔主，他被擒了！死了！魔主，王贤义、王承杰，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。成天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住嘴！不配说这样的话。刚才让魔主杀我时，你有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幕？当初追杀我、陷害我爹娘时，有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？都是这个魔王逼着我干的，并非我本意呀。对，都是魔主。魔主需要仙人在北域寻找仙宫，他逼着我们就范呢，不关我们的事啊！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敢满嘴胡话，不知悔改！这么大的人了，还尿裤子！尿，真是孬种！大哥，和我没关系啊，大哥。都是我爹，是我爹指使我、强迫我这么干的，也是他主动的勾引魔主，和我没关系啊，大哥！闭嘴，你个丢人的东西！我丢人？难道当初不是你勾引魔主的吗？大哥，用手先杀我爹，和我没关系啊，大哥！你个畜生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行了，我没心情看你父子俩相残，想死还没那么容易。爹，娘，我回来了，我已经抓回狗父子，让他们以死谢罪。爹，娘，孩儿不孝，这些年也无法回来看你们一眼。如今我修为大成，已不再是一介废人，也如你们所愿，好好的活着。我已经把这狗父子抓回来，让他们以死赔罪。大哥大嫂，我是畜生啊，我罪该万死啊！大哥大嫂，当初你们对我那么好，我却猪油蒙了心，这勾结域外魔人，就为了篡位。我该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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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死！该死！求伯父饶我们一命啊！张天，你就放我二叔吧，我会自废金脉，然后再离开北域，我永远不会再回来。对，我们自废金脉，以后再也不会回北域，饶了我们吧！回来，可我爹娘再也回不来了。爹，娘，成天为你们报仇啦！